此刻夜静无人，我特意把你们叫来，是有话对你们说。前些日子，我和姬儿死里逃生，全靠你们以命相搏，芈月自然感恩怀德。夫人待我们亲如姐妹，夫人有难，我们岂能置身事外？想那爱姑姑与我无冤无仇，却下毒手害我。她害我，一是因为贪财，二是因为家人在楚国受到挟制，所以我想到了你们。你们在我身边多年，若有父母兄弟在楚国受人挟制，尽管把他们的名字报给我，我托人把他们赎出来，也好叫你们就此安稳。奴婢本是南越夷狄，族灭以后就只有我们兄妹二人。夫人若能赎回我哥哥，奴婢从此再无顾忌。我家是奴籍，年幼时旧主人家落了难，我一家被分头卖出，如今已记不得谁是谁了。做奴婢的，若不是自己得势了，记得亲人回去找，谁会记得我们这些微贱之人有无亲眷？做奴婢的也是人。过2年，我会分别给你们个妥帖的去处，是托籍出宫成家立室，还是留在宫里，全由你们自己选。奴婢愿为夫人效死。起来吧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王，坐。王后很久没有来承明殿了。臣妾知晓大王政务繁忙，不敢前来打扰。只是这2日阴雨，暑热里的潮气是最伤人的。臣妾特地熬了薏米百合红豆汤，给大王送来。大王，不妨尝一尝。好。汤不错。王后还有什么事吗？自从芈月产子，大王很少来交房殿了。你知道寡人忙。大王没有深究臣妾的过错，臣妾感恩戴德。祸乱之首，已按宫规处置。但愿后宫从此不再多事。臣妾明白。你明白就好了。还有一事，臣妾要向大王禀报。说。景氏有身孕了。好。景氏是你的应试，你替寡人好好照顾她。那是臣妾分内之事。只是芈月为大王产下公子，按照宫中常例，大王是不是该尽一下她的位分？芈月这个孩子来的实在不容易，给她提位分也是应当的。不过，如今宫中位分比芈月高的，一个是魏夫人，她在先王后时就代掌公务，所以自然无话可说。另一个就是唐夫人，也是寡人为太子时就在身边服侍的老人，名正言顺。再有的就是魏良人，他是周天子做媒的宗室陪嫁之应，也是应有之分。其余的无论有无儿女，位分都在芈月之下。
此事暂且缓缓吧，免得后宫非议，说寡人过于偏宠他。大王想得周全，那就先缓缓吧。臣妾想，等那景氏生产后，让她与景氏一同提位分，这样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。就照王后说的办吧。是。上次来逛园子的时候，继儿还在我腹中，转眼继儿已经满2个月了，都不知道这春天是怎么过去的。可不是，上回来满园子的杏花将开未开，这会儿再看，杏儿都快熟了。2个月的光景，继儿已经会认人了。昨日我只问了一句娘亲在哪儿，他竟会用眼睛来找我。小公子长得多俊呀，一日一个模样。只可惜，大王好久都没来看望夫人和小公子了。大王近日公务繁忙，公孙衍联合诸国举兵，大秦的兵马也要出征了。魏姐姐，八子，魏姐姐，八子在宫中静养多日，今天也有兴致出来走走。整日躺着，身子都躺软了。若再不出来走走，这心里头要添病了。八子说的也是，心若舒畅，身子才会好得快些。姐姐是宫中围棋博弈高手，妹妹正打算着等身子好些后，要去姐姐宫里讨教呢。说什么讨教？妹妹若是要来，姐姐随时恭候好了。妹妹可别怪罪，姐姐突然想起宫中还有些事情未了，得立时赶回去了。改日再与妹妹闲聊。宫里原来是把我和王后看成是异党的，如今王后与我疏离，宫里人都躲避不及，唯恐卷入是非当中。戴瑁是王后的心腹，他把八子害得这么惨，照理说王后该逃不了干系。大王没有惩处他，就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这话不可乱说。王后虽与我生分，但她并没有害我。戴瑁被枭首示众，虽说是罪有应得，但已是极刑，不该再怪罪王后。可惜王后听不到八子的话，她心里还不知道有多恨呢。八子仿佛是前世欠她的。我是欠她的。你们不知，当年在楚宫，我与王后的情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出来这么久，也不知道继儿怎么样了。回吧，我也乏了。公孙衍已被5国败下，诸国都在调兵遣将，筹措粮草。一旦大军压境，战局将对我大秦十分不利。6国联军，公孙衍掌5国相印，看起来吓人，哈哈。只要我们应对恰当，他们终究是一盘散沙，攥不成拳头，不足为患。何以见得？齐王虽说是四处张扬鼓动，但并没有真正派兵加入。燕国与我秦国，既有联姻之意，又无利害之争，不会真心为敌。楚王、魏王一向自大，必定为争当盟主陷入不和。公孙衍虽为5国之相，但哪一国的国君又愿意拱手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他呢？这不是一盘散沙是什么？只要我们集中兵力，狠打出头的，打退一国，其他各国必定争相逃命，不积自溃。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说的是有道理。长子此话有理，但这场仗无论如何是要准备打的。寡人眼下不仅仅是担忧北面的诸国联军，
还有西边的义渠人。公孙衍和义渠早有来往，以他的谋略，不会不打义渠的主意。大王不妨派人去义渠好生安抚，免得他们心生意念，使我们腹背受敌。据报，义渠王很快就要大婚，寡人正打算派公子华出使祝贺，但想他年轻气盛，还需要一个稳妥之人主事。长子，你与公子华一同去一趟草原，如何？张仪定当不辱使命。好。你去给我捡回。哦。当弟弟，你的球。当弟弟，你玩累了吧？吃块糕吧。什么破糕，这么难吃，我才不吃呢！当儿，母后，告诉母后，怎么了？我想吃枣泥糕，不是这个，壮哥哥拿一些坏糕来骗我。母后也想吃枣泥糕，可那枣泥糕是玳瑁姑姑做的，但她不在了。母后带我去找她。她走得太快，赶不上了。我就要枣泥糕。公子，公子，外面的园子里有好多会叫的虫子，姑姑带2位公子去捉蛐蛐好吗？我不要蛐蛐，我要大个儿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捉个大个儿的蝈蝈。好，走。走走走。王后，珊瑚，你会做枣泥糕吗？会是会，但是没有玳瑁姑姑做的好吃。姑姑给我留的那个匣子放哪儿了？我好好收着呢。拿出来，我要看一看。是。这么毒的日头，不让你出来，你偏要出来。我这阵子好多了，能吃也能动了。再说，要不是姑姑提起来，说这园子里的紫苏长得正茂盛，我还想不起来这事儿呢。以你如今的身份，做事情哪用得着你亲自动手？何况生完继儿这才多长时间？人家坐月子也就1个月，你们算算，把我关在宫里多久了？女医治说了，你的身子要经过4季才能调养得过来呢。春夏秋冬要1年？是这话。八子有理了，让姐姐笑话了。姐姐没有笑话妹妹，只是觉得妹妹爽直，竟也不知道心疼自己。芈月自小也惯了，由着性子做事，身上从没有一处不妥的。将我关起来，什么病都来了。出来走走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弄得一手泥污？姐姐不知，这是消暑神仙草，是宝贝呢。哦，这野草如何个宝贝法？这草叫紫苏。以前在楚宫，每年大暑前后，葵姑姑就会带着我在园子里采集紫苏的嫩叶，或鲜食，或做汤，既可口又开胃。真的啊？这东西竟这么好，那妹妹可是帮了我大忙了啊！妹妹不知，偷人的孩子自幼体弱多病，到了夏日又特别不肯吃东西。这紫苏竟这般好，我也采些回去，照着妹妹的法子做起来。来，你也帮我一起。是。珊瑚，去跟膳房说，他们做的膳食一点也不合小公子胃口，让他们重做。是。你也是的，带当儿去园子里捉蝈蝈，一去就是2个时辰。当儿回来只喊头疼胸闷，一口东西也不肯吃。小公子的脾气，王后也是知道的。奴婢几次喊他回来，他都不听劝。当儿才4岁，他知道什么？我让你跟着他，你是废物吗？奴婢知错了，
王后恕罪。王后，什么事？芈八子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你还跪着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王后，妹妹身子还没好利落，不必多礼，快起来吧。妹妹，请坐。姐姐还没有用膳吗？哦，这几日天太热，一看到膳食就没有胃口。今日连当儿也不好好吃饭，这不，我在跟身边的人生气。跟他们生气有什么用？宫里头人人都喊热，听永相令说，每日的兵还都不够分呢。再不够分，也不会亏了妹妹的吧？看姐姐说的。我的心思是，得用些别的法子。今日我和魁姑他们在园子里采了不少紫苏叶，让人做了开胃降暑的紫苏汤，冰镇了，还加了些桂花蜜，特意给姐姐送来。就是那种草，有紫色的叶子。当年我和姐姐在楚宫里也采摘过，还记得吗？那也是个盛夏。在这儿。妹妹真是劳碌命，这些事情哪用自己亲自动手？你跟姐姐提，我即刻叫下面的人去做。我也是举手之劳，姐姐和当儿若喜欢，我明日还叫人送来。妹妹盛情难却，我只好坐享其成了。多谢妹妹。你我姐妹多年，若提谢字，那便生分了。如今我们都各自有了孩儿，妹妹希望当儿和继儿也能如我们当初那般，薄是吹熏，重是吹迟，兄弟和睦。那是当然。那妹妹先不打扰姐姐了，慢走。珍珠，是。把这罐子给我端走。可听宫里的人说，这紫苏汤解暑，真的是很好。何时我交房殿如此不堪，竟也要受他人施舍了？王后恕罪，奴婢这就端下去倒了。公主可是草原上最漂亮的女人了。你看这东路，长得可有几分像谁？像谁呀？眉眼，眉眼，眉眼，这眉眼这不知道。笨蛋呐，像不像那个楚国公主？大王，你还想那丫头呢？哎呀，我知道，她早就成了秦王的宠妃了。哎，秦王眼光不错。哎，大王，忘了那个丫头吧，她不会回来了。就连当年偷羊的一小郎，都成长为草原上最勇猛的汉子了。她在哪儿呢？让她来跟我喝杯酒。我这睡觉呢。
哎，摔他！好，可以，有两下。那些人是干嘛的？啊，他们是魏国来的，给大王贺喜的。哦，还给您准备了礼品。摔他！好样的！干！啊，虎威将军真是好酒量啊！哎，好说好说。来，义渠人果然都是英雄好汉呐，难怪秦王嬴驷提起你们也要聚3分。这几年我们与秦国相安无事，难道你们魏国希望我们与秦国为敌吗？大王不必担心，我们来义渠就是给大王贺喜的。至于是否联手，那是大王自己的事情。是，你是在跟我打哑谜啊？在下刚才已经把贺喜的礼单呈给大王了，只是有一样重要的礼物还没有写上去。哦，竟有此事？我想大王已经听说了，近日来诸国纷纷调兵遣将，不日将兵临函谷关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中原无战事，秦兵就像饿狼一样盯着义渠，所以大王当然想与秦国相安无事。可一旦中原战事爆发，秦兵那头饿狼哪还顾得上你们呢？好猎人遇到这种便宜，怎么能不捡呢？义渠与函谷关千里之遥，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该捡便宜的时候？这个简便，大王只需耐心等候，等秦国派人来带着礼物，要与大王交好的时候，就是那头饿狼顾头不顾尾的时候了。大王，秦国来人了，说是给大王贺喜的。怎么样，被在下言重了吧？何人？国相张仪，秦王的长子嬴华。想不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。张仪，他出使的是我义渠国，不是你魏国。今日是本王大婚的日子，来的都是跟本王道喜的，我要以礼相待。如果谁敢动粗的话，别怪我对他不客气。好。去，请秦国的客人进来。是。秦国张仪、嬴华见过义渠王，免礼。这几位是？啊，那是魏国的使者来给大王道喜的。一路之上，喜鹊登之，霞飞满天，大王大喜啊！秦王特派我等备厚礼前来道贺。张国相和公子华千里迢迢来到我义渠，不管送什么，我义渠人都领情。父王命我们送来锦缎1000匹，美女100人，粮食200车，另有金银珠宝首饰等物。这是礼单，请收下。不知义渠王觉得这份礼够不够分量？果然是大礼啊！虽说是大礼，在下以为以锦缎之华贵，美女之妩媚，粮食之充足，珠宝之珍贵，为义渠王受之无愧。而我大秦言行不二，表里如一，送礼者与收礼人大和呀！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谁是黄鼠狼啊？谁又是鸡呢？好端端便张口辱主骂客，啊，如此粗俗无礼，笨嘴拙舌，上天不会因为这个把你变成正人君子的啊！大王，您这营帐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小人啊？你放肆！今日在这帐篷里都是我义渠的客人，没有什么大人小人。张国相，这次你们秦王为何如此大方啊？大秦与义渠休戚相关，俗话说得好，行须好办，住要好邻。
秦王期望义渠能与大秦永结同心。是，我们算是不打不成交。除了当年因为新王后的迎亲车队与大秦有些过节，可这几年我们相安无事啊，是吧？哦，对了，你们王后那个妹妹叫……哦，芈月。芈月如今怎么样啊？回大王，芈月公主已为八子，在宫中深得秦王的厚爱。在下这次离开咸阳时，她特意嘱咐我带话给大王，拜谢大王这些年来善待她的义弟小郎。你们秦王果然是擅长调教女人啊！连那个泼辣丫头，如今也变得懂礼了。芈八子还拜谢大王，在义渠之时，大王对她护爱有加，临别时还赠了一匹骏马。靠女人拉关系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又来了，大秦与义渠乃道义之交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草原辽阔，天空中偶有雄鹰翱翔，但也会有顽劣之鸟飞过。张仪听说这几日草原上来了些奸诈小人，搬弄是非，妄图离间义渠与大秦之间的兄弟情分。对待这样的人，大王，您得多提防啊！张仪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在义渠王面前摇唇鼓舌！你可知道，公孙先生已经手握5国相印，调兵遣将，易如反掌，灭你大秦如囊中取物。只要先生跺跺脚，你张仪的荣华富贵就会灰飞烟灭，秦王的江山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。是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怎么不让公孙衍在家里跺跺脚就完了？你跑这么远来干嘛？我张仪不用费一兵一卒，就能轻易化解他公孙衍的合纵之计谋。公孙衍还真将这5国相印视为珍宝，把你们当叫花子打发到各处去乞讨，不敌我张仪的一根舌头。劝他知难而退吧，早早的投降大秦，免得在诸国面前自取其辱。张仪，你这老奸巨猾、形如虎鼠的家伙，今日你的死期到了，还不给我拿下！快，拿下！住手！这里是我义渠，谁敢动手，换个地方。张仪，你作恶多端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回去告诉公孙先生，不要不自量力了。已经是丧家之犬，还到处乱窜乱咬，夸夸其谈。记住，不管是初一还是15，他都不是我张仪的对手。哼哼，有你张仪哭告无门的一日，咱们走着瞧。义渠王，告辞。告辞。老吴，秦国的使者张仪跟魏国的使臣他们都来了，还给咱们带来了不少礼物。你算算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好，秦国，我本来就不喜欢他们那个秦王嬴驷，一大把年纪还抢了我的女人。对，哎，大王，你不是刚娶了那个东陆公主吗？闭嘴！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哦，对。老吴，还有一事，你得帮我算算。既然5国决定联手对付秦国，那我义渠从旁侧影，如果能够获胜，能不能一举拿下咸阳？算了，逮不着黄羊，兔子也是肉。夫人，要果子吗？不要。姑娘，等等我。
先生要果子吗？不要。新鲜果子。哎，谁让你在这卖果子？出去！哎，行个方便啊！哎，店家，来，让他进来。先生，新鲜的果子。果子怎么卖的？1钱2个。好啊，给我来3钱的。哎。先生好眼光啊！这果子新鲜多汁。公孙先生口信，崔卫那桩生意如何了？让先生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办得妥妥帖帖。哎，谢谢先生，您慢用。请问中行先生是哪一位啊？那边那位就是。中行先生，夫人是？先生，我叔父令尹朝阳有书信一封，托我交给先生。我叔父朝阳说，中行先生在秦国人脉广，财力大，若我有什么需求，先生定会帮忙。夫人请坐。夫人，你叔父说你在宫中既无地位，又受人欺辱，那你想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呢？我想要他们。你想让他们一个个都离奇死去，你取而代之？真的？中行先生，你能做到？夫人好大的胃口啊！既然是谈生意，随便说说倒是可以，真要做，那夫人只能另请高明了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在宫中我的位分最低，就算是死了王后，还有夫人；就算是死了夫人，还有良人、美人、八子，哪能轮得上我呀？那你要如何呢？我想让他们都变成疯狗，你咬我，我咬你，我在旁边看着痛快。这倒也不难，但需要机会，说不定这机会很快就会来了。真的？中行先生，您快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？夫人莫急，你先留心着，听我的招呼吧。啊？好。月啊，看什么呢？看得伤心难过的。这部书里写道，齐庄公4年，大夫齐梁战死，其将士迎丧于野，哭声至哀，城为之塌。怎么忽然想到看这个了？列国征战已经数百年，至今未息。思想当日至今，有多少女子送别夫君，征人不归，肝肠寸断。眼下函谷关开战，我不得不惦记在那儿的萧然。年年征战，箫鼓喧空，这仗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这大征之势，生下来就是前有虎后有狼的，每一刻都在拼命厮杀，还不一定能活过这一日。姑姑小的时候家里也有父兄，后来出征打仗，再未归来。我就问娘亲，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啊？娘亲告诉我说，她小的时候也问过，她娘亲小的时候也问过，数百年来人人都这么问，但人人都不知道这一天到底在哪儿。仙儿有办法。八子曾说，在周武王的时候，诸侯都听周武王的。那如果眼下能有一位像周武王一样的圣人出世，令诸侯听命一起讨伐首恶，那打完这一仗就不用再打了，那该多好！仙儿果然聪明，
可惜眼下，即便是周武王重生也很无奈。周武王时，人少地广，诸侯分的土地都有富裕，所以众人只要忙着耕种即可。可这千百年来，人丁繁衍，不胜负荷，所以农人们只好放下锄头，拿起刀剑，去争夺自己和子嗣们的口粮。芈月好见见。大王，免礼。这么晚了，大王怎么会有空到我这儿来？好几次都想来看你和继儿，可是每日出宣师殿的时候都快3更了。大战前征兵派粮，定制武器，还要与那些封臣们讨价还价。今日还算早的。刚才听你说起人丁繁衍，不胜负荷，殊不知有些地方仍然地广人稀，也有些地方粮食多，但吃不完。假如大家坐在一起，自己商量着调配，就不用兵刃相见了。大王说得对，若诸国君王都能像大王这样，以绝大权威、依人口和贡献重新划分诸国土地，便可以富国强民，减少争端。只可惜，愿意这么做的人寥寥可数，就只好由寡人和寡人的子孙来替世人做这件事了。今日寡人到你这里来，是想把木心给你留下。这孩子忠诚伶俐，有什么事让他跑个腿儿也方便。多谢大王。上次继儿出生时闹的风波，让寡人至今想起来心有余悸。有木心在，至少可以让寡人释怀一点。木心，在，大王。寡人就把你交给八子了，你要好好伺候。是。寡人今日听到一个消息，跟你们楚国有关。啊？说是你们楚国的宝贝，如今到了我们秦国咸阳。宝贝？什么宝贝？和氏璧。真的吗？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。
生死再相负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大白天的，什么东西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是什么东西？到底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啊！哎呀，这是和氏璧呀！和氏璧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这可是楚国的宝贝啊！你从哪里得来的东西啊？是啊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呀，真是，可是宝贝啊！先生，请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丁家，公子何事？那个站在对面商寺穿蓝衣服的人，你可识得？哦，那个是住在尤氏馆舍的东周尤氏。似乎人家称他为中行先生。中行先生，那咱下可退了，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，出嫁的人也不少。既然要做成一桩大买卖，就不能心太急呀！啊，再等一等吧。好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先生慢走。张子从义渠回来，已经跟大王复过命了。此刻该跟我说说，我的小狼弟弟怎么样了？你那小狼弟弟，好得很，他都长这么高了，啊！义渠王待他有情有义，视若手足，但就是不爱说话。可是眼下公孙衍正在蛊惑义渠与我大秦为敌，我真担心，一旦哪天大秦和义渠兵戈相向，那匹小狼不知道该帮哪头才好啊！张子说的是，看来
我得想办法让大王把小狼弟弟要到秦国来。此为一事，还另有一事，乃万众瞩目之事。张子，请说。茶。魁姑上茶，奴婢这就去给张子烹茶。芈月，和氏璧。昔时，和氏璧在朝阳家失窃，因我贫穷，所以朝阳以我盗玉，让我蒙羞含冤，遭受了奇耻大辱。如今张仪也算有些财产，虽说不能富可敌国，但手头还算宽裕。恰逢和氏璧出现在咸阳，我为何不能来看看呢？说不定顺藤摸瓜，能找到当年盗玉的真凶，以雪我蒙冤之耻。再好的东西都有它的价钱，张子有钱，去找那持玉之人买了就是。难就难在张仪跟这玉纠葛太多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张仪不愿再为了这玉陷入众人的非议之中。那张子是想要我们替你出头？正是。你想，和氏璧乃楚国国宝啊，芈月是楚人，你当面赎回国宝，天经地义，顺理成章啊。张子对此事志在必得。我已备下资用，单等芈月为我周旋。恕我直言，不知为何，我对这块宝玉突然出现在了咸阳，冥冥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芈月多虑了吧？其实坊间一直传说这和氏璧是驱邪避害的祥瑞之物，此时突然出现在咸阳，说不定是好征兆呢。啊？魏夫人听说那和氏璧的事了吧？为那宝物肯出价的人不少，但那持玉之人一直不肯松口，想必是待价而沽呢。适才我才听说，那出价的人当中，竟然有芈月。芈月，那宝玉曾是我大楚的国宝，要不是大王宠她，就凭她的身份，也配沾那宝贝。既然这宝贝是你们楚国的国宝，王后怎么不肯出价呀？只怕是还不知情吧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芈八子都出手了，王后总不能漠不关心吧？你应该让王后知道。这段日子王后一直对我淡淡的，我才懒得去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你放出口风去，就说你自己要买，让这话传到王后的耳朵里，别人也得信呢。和氏璧价值连城，我一个小小应妾怎么能买得起？只是说说而已嘛。哎，你刚才说这和氏璧是何物？那可是宝贝。哪国的宝贝？楚国呀。对呀，你孟昭氏大忠大孝，为了赎回楚国的国宝，安抚列祖列宗，倾家荡产，在所不辞啊。那我就试试。妹妹，妹妹好兴致啊，晒太阳呢。是啊，心里头整日晦气得很，再不晒晒就长霉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倒是听说一件新鲜事，那和氏璧突然出现在咸阳了。那又如何？那和氏璧可是我们楚国的国宝啊！真是好笑，和氏璧在楚国已经几百年了，不是在楚王宫里，便是在令尹府上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唉，如今国宝流落在外，我是楚国女子，怎敢忘本背德？应尽微薄之力，让宝物回家。姐姐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我有意将那和氏璧买下，归还母国。不是妹妹听错了吧？姐姐何时变得这么财大气粗的？所以呀，
我要将我从楚国带来的妆容和全部首饰都卖掉。若是妹妹有一两样看中的，也算成全了姐姐。嘿，投中了，公子好厉害！嘿，来，公子，王后，我说过了，你有身孕，不用多礼。尝一个永相令送来的果子吧。不用了，多谢王后。王后，可听说过和氏璧？和氏璧，自然听说过。当年楚国卓玉高手卞和采此宝玉于怀玉山，初不为人时，后被文王赏识，琢磨成器，命名为和氏璧，乃我楚国传世之宝啊。是，现今那宝贝就在咸阳。不会吧？自从和氏璧在朝阳相府被盗，不知所踪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咸阳？妹妹也是疑惑。孟昭氏今日来找我，说是要卖掉全部的嫁妆和首饰，把和氏璧买回来送回楚国。那孟昭氏言辞从来口不对心，他的话不可都信的。但和氏璧在咸阳，应当是真的。上次秦楚交战，王兄怪罪我没有为楚国出力。既然和氏璧原是我楚国国宝，若能赎回，王兄一定很高兴。只是贪恋这宝贝的，一定还有别人。我要弄清下落，一定要先声夺人。中行先生，事情出了一些变故啊，秦国王后也对这块玉紧盯不放啊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王后，好啊，有她出价，不愁这价钱抬不上去。哼，记住，一定要按照我们先前说好的。最后的买主只能是芈月，事情可别出什么差池啊！小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办好了这件事儿，发的可是笔大财。小人的性命可全攥在先生手里了。店家，结账来了。饭饱，哎，记住我说的话啊，稍安勿躁。那你先去吧。跟着那个人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要去哪儿。是。张相可在府上？你是说，那人突然提高了价码？本来要8000斤的，如今竟索要10000斤。小的听说，是因为看中这块玉的人太多，众人私底下都在竞价，商人重利，奇货可居，待价而沽。黄金有价，玉无价，何况和氏璧，不是一般的玉璧。你可知道，还有谁在与我们相争？这么说，你是知道的。大约不是一个人，但其间好像有王后。王后？王后怎么会突然插手此事？
真是古怪。八子，王后既然相争，不如就算了。与王后失和，总是不好啊。哎呀，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偏巧张子与王后又有过节，这让我在中间为难死了。反正金子都是张子给的，若能买到，就先将玉买下来，事后再和王后解释，总比东西落入不知根底的他人手中好些。是。王后，听说芈月也想买和氏璧，而且还出了高价钱呢。什么？芈月要买？奴婢去问过了，有个出价最高的人就是木心。先不论芈月有没有这个财力，她可是从来都不把珠宝玉器放在眼里的人。一块玉璧在她眼里还不如一卷书简。这次不同了，适才奴婢在园子里碰见孟昭氏，她说宫里都在传一句话：得玉者得天下。芈月一向藏有野心，她准是想跟王后争天下呢。不管那块玉璧多少钱，你都要给我买下来。是。母亲，此刻是几更天？回大王，已经过了3更了。难怪，寡人觉着乏了。哦，老奴给您敲敲背，解解乏。啊。听说这几日宫里不太平。是。都是被那和氏璧搅和的。孟昭氏叫唤得最凶，但雷声大雨点小。芈八子最早出嫁，但遇上了王后不肯罢休，价钱现在已经是数万金了。随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贫。芈月那边，寡人心里有数，若不是受张仪托付，定不会淌着浑水。这张仪也是，尽管今非昔比，但当年之痛仍在作怪。张仪入秦，对楚国深恶痛绝，和氏璧是症结之一。人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可是王后那边也未免有点突兀。可不是嘛，老奴清楚。多事之秋，大王的后宫最好是风平浪静。若真出点什么事儿，只怕不管谁想争胜，最终大家都是一个字：输。停车，就是这儿了，把东西给我搬进去吧。你找谁？范谷在吗？啊，在里面呢。搬进来吧。范谷，这是3万金，我家主人说了，今日定要将和氏璧带回去。贵人，你来晚了一步。珍珠，心，怎么回事？这位大人已经将和氏璧先买下了。这就是和氏璧。木心，你们把金子带走，和氏璧给我留下。珍珠，这个是芈八子要买的东西，您要是拿走了，咱们这做下人的拿命也赔不起啊！对不住了，我今日若是不把和氏璧带回去，你我都没办法跟王后交代。拿走。不是，哎，不能拿！你们不能抢啊！你们不能拿走，这是芈八子的。八子的，给我！这明明是我们先买的。放开我！别争了，都在这儿呢，好热闹。师傅，你们这是撞上的还是约好的？大人，
这个事儿让小的也很为难。两位豪客都是一掷千金，各不相让，只好谁先来谁拿走。都说和氏璧是天下共传之宝，今日让老奴先开开眼。请。哎，慢点。哇，真是好包装啊！揭开。的确是块好玉啊！这明明就是八子先买的东西，他们上来就抢。王后要的东西，谁敢横刀夺爱？行了，收起来，跟老奴走。大监，师傅，大监，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大王有旨，每人付给他15000金，一同回宫。谢大人。哎呀，这就是和氏璧呀！为了他，孟昭姐姐到处声张，说要卖了嫁妆和首饰赎她归楚。怎么后来就无声无息了？我那点东西就算都卖了，能怎样？连个匣子都买不下来。君子彼得于玉言，温润而泽人也。不愧是和氏璧，果然晶莹剔透，完美无瑕。听说王后要把它送回母国，那可能还要看一下八子的心意吧。其实送不送都没有关系，王后跟八子是亲姐妹，亲姐妹在宫中共同拥有一块绝世宝玉，那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既然妹妹常说姐妹情分长短，何苦这次硬要与我相争？姐姐该知月儿并非贪恋宝物之人，我也是受人之托。既然妹妹并非贪恋宝物，最好也不要贪恋其他分外的东西。姐姐，这是何意？姐姐说笑呢，可能是姐姐看错了你。你们谁有主意把这个宝玉从匣子里拿出来？我刚试了一下，都不行的。是啊，就好像是长在上面那样，可能是被锁住了吧？没有锁眼，也没有钥匙啊。哎呀，这玉要是不能从匣子里拿出来，如何四面观赏，终是遗憾呐。我想，应当是有奇巧机关，只是不知该从哪里下手。叫人用利器把这个匣子破了便是。万万不可！且不说宝玉贵重，利器无眼，匣子又是硬物精心制作，毁坏了甚为可惜。这制作匣子的人当初定是料到会有动粗这一点，你若不循他的步骤将他的机关解开，说不定他会有法子将这宝玉毁掉。那可怎么办？依臣妾看呀，这可是一笔好买卖。买了一块宝玉，又送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奇巧匣子，说不定哪天还可以买椟还珠呢。哦，不，是买椟还玉。大王这是何意？宝玉一人一半，一日在王后处，一日在芈月处。这么说来，就谁都得不到了。大王是想让众人都知道我们姐妹和睦，他不偏不倚。哪有这种事情？王后是什么身份？她芈月难道心里无数？她若是识相，就该知难而退。不是说得玉者得天下吗？谁敢再说出这样的话？难道我是为了得天下才买这宝玉的吗？奴婢再也不敢了。王后恕罪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我也是一时烦恼。大王春秋正盛，太子位分未定，
这种话要是传出去，是会惹祸的。是。今日之事，亏得大王插手，不然真不知该如何收场。王后本是个好相处的人，自从戴瑁走了，她整个人就变了，言行举止根本就不像她了。当时只想到，就算王后出嫁相争，这顶多也是两番好好商量，怎会派人上来就抢呢？如今骑虎难下，既然王后退让的希望渺茫，月儿能否说服张子，让他另做打算呢？若相争之人不是王后还好说些，如今张子已经有了心结，哪肯顺水推舟？更何况王后已经放出风声，说定要让宝玉归楚。张子早就把楚国给恨透了，这才让他下定决心，非要将和氏璧夺入囊中不可。既然是张子要与王后相争，咱们何必替他强出头？我已经答应他了，只能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可王后与我又有嫌隙，唉，这事真是难办。老东西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大王恕罪，老奴竟忘了今日是初几。不是初9，就是初10，不是初1、15。跟寡人兜圈子，想说什么？快说。大王打算何时到王后那儿去看看那块和氏璧呀？急什么呢？东西已经进宫，不是在王后那边，就是在芈月那边，什么时候看不行？老奴担心啊，这两头都落着了，等于这两头都没落着，最后还是把玉锯开，一切踏实。老东西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呀，有话窝在肚子里。老奴闹不清，大王这一招是帮了谁呀？帮了寡人自己。可交房殿那儿，今晚上恐怕谁都睡不着了。走吧。大王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交房殿看和氏璧去。是。王后，大王来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当然睡了。淘气了一天，用过晚膳，早早就睡了。前朝事务忙，总不得空过来。臣妾知道，今日大王能来，让臣妾高兴。知道王后和芈月得了稀世宝玉，可喜可贺。寡人特意来交房殿，一睹宝玉风采。珍珠，是，快把和氏璧拿过来。是，大王。周有砥篌，宋有节录，梁有悬绸，楚有合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可惜这匣子有机关，不能将玉从匣子中取出欣赏。竟有这种古怪事！果不其然，尽管得了美玉，但打不开这机关，犹如雾里看花，难免有些扫兴。因为有了这只匣子，宝玉受到挟制。这块玉仿佛是你的，但又不像是你的。臣妾想说的，
大王都替臣妾说了。昨日，王后提醒了寡人，玉洁有缘人。你们姐妹，谁能把这个匣子上的机关解开，大概就是这和氏璧的有缘人。既然这玉在你们手中轮流掌管，正好一人一日去解开。解开者获玉，这应当算是公平吧？大王主意甚好。臣妾与月儿原本就是姐妹，无论谁输赢，都不会伤了姐妹情分。王后说的是。好。奴婢看，这是一只老虎。当然是老虎，让我数数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这老虎有9个脑袋。有9个脑袋的老虎守着这块和氏璧，这是不是说，如果没有9个脑袋，就别想解开这个机关？也有可能是说，得9个脑袋一块儿想。哎呀，这个太难了。我才看了一会儿，眼睛就花了。珍珠，去找永相令，让他把宫内外最好的能人巧匠都找来。大王虽说让我和芈月分头动手，但没有说不可受他人指点。况且宫外见多识广的人多，总有谁能帮我打开这个机关。是。八子，这2日，王后那儿人来人往，因为有赏钱，宫中一下子冒出不少自称懂奇门遁甲、阴阳五行的能人，不知这几位又是什么路数？函谷关刚刚开战，假若他们真的懂奇门遁甲，何不到函谷关去排兵布将，军功授爵得赏禄，还用得着为这几个赏钱绞尽脑汁？他们人多，或许能撞上呢。解机关又不是打狼，人多就能保证赢的。我看你呀，倒是不慌不忙的。我们走吧。夫人，芈八子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你去说，今日我身子有些不舒服。是。姐姐，姐姐不必多礼。妹妹一直牵挂姐姐，却总没来探望，该向姐姐赔罪。八子，快坐。姐姐如何不舒服？前几日我腰着了风寒，酸酸的疼，并无大碍。那姐姐不妨试试妹妹一秘方，用那山里的石吊兰和杜仲煎水，早晚各喝1碗，3、5日后定有成效。此话当真？奴婢腰疼时，八子就用这个偏方给奴婢治病，真的很有效。这2种草药都清毒祛湿，又随手可得，用起来方便得很。那我今日就差人去弄，如果治好了，当真要谢谢妹妹。姐姐太客气了。彩绿，快去太医院按这个偏方把药抓来。是。我听说大王让你和王后分别去解那碧玉匣子上的机关，姐姐猜你应当天天忙得很，怎么得空到我这来闲坐？做事若高下在心，事半功倍；若心中无数，则事倍功半。姐姐是宫中唯一知微知章之人，妹妹到姐姐这来闲坐，定不会空手而归。妹妹谬赞，
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妹妹的意思我懂。那和氏璧的匣子我看过了，实在是过于奇巧，悟不出个头绪来。记得我儿时在楚国，曾见过公输班做的竹药，轻巧活络，不输真鸟。这几日我翻看墨子等书籍，还知道公输班做过不少精妙之物。我想那匣子会不会与公输班有所瓜葛？公输班早已驾鹤成仙，不过那匣子与他的传人有关，倒是有可能的。记得有人告诉我，公输班还做过一种暗锁，是用做木器的下脚料磨了磨，锯了锯，凹凸相对制成，一个个做成动物或房屋或器具。和氏璧的匣子该是道理相通。妹妹这么一说，还真是提醒了我。世人管那玩意儿叫鲁班锁，解起来颇费脑筋。你若是猜不透它的重要关节所在，费了多少功夫也解不开那把锁。是啊，那个匣子的重要关节在哪儿呢？奇异之物，自然要到奇异之书中去寻找。除了读庄子、墨子，还应当读一读那奇书之冠《山海经》。你看这小子，这是头一见这样的啊！是，看看啊，要解开它这不容易啊！再好好看看啊，看看。王后别发愁，依奴婢看，今日来的都是些有本事的人，重赏之下，定能破解这个匣子。别发牢骚，想办法呀！哎呀，你这样不行，不可以下手太重。我算看清了，贪图小利都不会有什么大志。王后的意思是，这些人眼里只盯着我的赏钱，如何能指望他们？反正找不到解开的办法。我看应该是不如啊，把它给砸了。哎，这可使不得，不可！伤到和氏璧怎么办？立刻使不得。王后，打探到什么？那个元儿是芈月那边做粗使的，我答应他事成之后转到王后跟前做使唤，并少不了他楚国家人许多好处。其实我也不用他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，多长双眼睛便是。奴婢明白。哎呀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帮你捡。姑姑摔了我没什么，摔坏了八子要读的书简，那就麻烦了。八子怎么要读那么多书啊？这还算多呀！今日只是《山海经》就差不多装满了小半车，明日要搬《庄子》，10万余言，至少啊要1车了。《山海经》元儿，你怎么在这儿磨叽？后院还有活要干呢。是。王后，奴婢刚刚得知，芈月让人去书库取了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》，还有墨子和庄子。芈月做事向来胸有定见，快去把宫中这些书都搬到大殿来。今日和氏璧在芈月处，那些人也正好闲着，让他们都找找，看看这书里哪一处和这匣子靠得上。是。月儿，喝点水。这都看了几日了，饭也没好好吃，觉也没好好睡的。这块玉真是害人不浅。姑姑，八子说了，最重要的是找出那只怪兽的出处。这匣子上4面都有只猛虎，每只猛虎都有9个脑袋，这一定有点什么意思在里面。有了。这只神兽是开明兽。什么？我念给您听听。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里是这么说的：开明兽，昆仑南渊深300仞，
开明兽身大类虎，而9首皆人面，东向立昆仑上。9个脑袋的老虎，一定是他！9个脑袋的老虎，开明兽。老人说，这昆仑天界有9道门，这开明兽是给天界守门的。对，庄子在大宗师里称他为奸物。既然他是为天界守门的，那让他来守这块天界宝物，也是理所应当。这下好了，知道他的来历，破解这匣子的机关就容易了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。
王后，那个元儿说他听得清清楚楚，是开明兽。《山海经》《海内西经》。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，地之下都。昆仑之墟方800里，高万仞，上有木河，长5旬，大5围，而有9井，以玉为坎，面有9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王后，这下好了，咱们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们是因为他知道了，所以我们才知道。可明日该是咱们掌管和氏璧，这正是咱们的好机会。去告诉我们请来的那些人，让他们用开明兽做引子，好好动动心思。明日若能解开机关，有重赏。是。木心，把国语、正语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这书里有记载，说大鹏国曾被殷商讨伐灭国，但据我所知，彭人子孙并没有罢休，他们就此往南迁移建国，后来还参与了周武王伐商，可最后还是被我们楚国灭掉了。寡人还知。这彭国是你们楚国最早灭掉的小国之一。大王，寡人听说你为了这和氏璧已经废寝忘食，但是这个被你们楚国灭掉的彭国，跟这匣子有什么关系？臣妾查出了，这匣子上的神兽是开明兽，在蜀地传说中。开明兽本是为祸彭国的怪兽，后来被鳖灵降服，并为建国立功。鳖灵有感其功，遂在建国后自称为开明氏。但也有种说法，说开明氏乃是古蜀国贤王，死后上天，才化作了开明兽。臣妾就是想从这些说法中寻些蛛丝马迹。前朝重臣为了准备与吴国交兵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你们这边为了和氏璧，斗得难解难分。寡人让你们打开这匣子的机关，只是为了让这块玉有个着落，省得你们左右为难，也让王后与张子不再计较。谁料有人却因此走火入魔。大王，人家累得眼冒金星，你却拿人家打趣。芈月是个好胜女子，若这匣子的机关被王后那边先打开，你会怎么样？臣妾虽没有破解机关，却读了许多好书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典故，那也是好事啊。若是王后也像你这样想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再试试啊！这些日子试了很多种方法，不行吧？你看你这个方法不行啊！觉得还是想不通了。你再想想。哎呀，王后，你们琢磨这些日子，能破解这个机关了吗？王后，破解这匣子机关的法子，无非就3种。第一种是抽根法。什么是抽根法？
抽根法就是造匣子的人预先在匣子当中留出一根没有榫卯的木条，只要找到这根木条，把它抽出来，整个匣子就可以完全被拆开。第二种是错开法，就是所有木块木条安装上去都是有轴的，只要找对了方向，沿着轴平行错动，就可以从中抽取一根，其他的将迎刃而解。第三种呢？第三种就是旋转法，就是旋转某块木条或木块，把它们一根根的拆下来。既然你们都已经找到了方法，那赶快呀！我们试了全部的方法，无一奏效。怎么会？王后，我们甚至还把这些解法对应8门9星、阴阳5行、3奇6仪、各种牌局、方位都试过了，依旧劳而无功啊！你们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王后恕罪。我们以为这匣子的机关，除了做此匣子的人，世上恐怕再无他人能解。一帮废物！王后恕罪。怎么来晚了？私下耳目太多，不得不当心。眼下可就全都指望你了，你一定要给我盯住了，千万不能让芈月那边先得手。你说事情完了，让我到王后身边伺候，那是自然。那还有我家里，放心吧，王后给楚王去了信，让他好生照顾你的兄弟和母亲。谢谢王后，请他放心，我元儿哪怕拼了性命，也为王后保住这块玉。好，退下吧。这开明兽怎么不管用啊？如果不是开明兽，难道还有另外一个长着9个脑袋的老虎？或许这开明兽并不是直指破解匣子的机关，或许它只是个引子，用意是要我们留意《山海经》。引子？香儿，你再去把《山海经》的海外经全都给我搬来。好。果不其然，这海外南经、海外西经、海外北经、海外东经，各篇章都是以南字开头。这所记掌故也是由南开始。这么说，这南字该是与这匣子有些关联。上南下北，这匣子的南该是在匣子的上边。这四面除了开明兽，什么都没有。姑姑说这块玉害人果然不错，我都饿了1日了，此刻肚子都咕咕叫了。你怎么好意思啊？八子也1日没吃东西了。我还真有些饿了，你们去帮我把膳食端过来吧。是是。东西南北4
朱雀玄武。这是什么？像是个日头，日头照着9个头的开明兽，说不通。对，南为朱雀。尚书尧典里说过，朱雀为日中星鸟。别碰那块玉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它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那块玉，玉有问题！女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拿着和氏璧？不要碰！玉里有毒，不要碰！八子，八子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八子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御医！好，玉儿，八子。八字怎么样？密八字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该是蛇虫之毒。你能确定？草木矿石之毒是吞服或吸入，只有蛇虫之毒是伤及皮肤和血脉。幸好，他及时将伤口的毒液吮吸了一部分出来，否则怎样？非常危险。大王，八字是被装在匣子中的毒针刺中。这毒针又和匣子中的机关连接，机关破解，毒针跳出，想拿宝玉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难以逃脱。那个偷和氏璧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侍女叫元儿，已经中毒身亡，已经死了。快给八字开药方。大王。微臣只是初步判断密八子中的是蛇虫之毒，但却无法分辨出到底属于何种蛇虫之毒，是一种还是多种。这种蛇虫之毒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若不能明确毒性，对症下药，只怕是适得其反呢。那眼下该怎么办呢？你是太医令，居然没有半点主张。臣先以连翘拔毒，再以犀角牛黄驱毒。但这些方法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，并不能真正解毒。若不能在3日之内找到解药，只怕什么？只怕密八子性命难保。怎会有这样愚笨之人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去抢和氏璧？亏得那和氏璧上的剧毒让他当场死了，不然我这边如何向大王交代？是奴婢用人不当，王后恕罪。你跟那个元儿见面，有没有被人碰到过？绝对没有。起来吧，看来这都是命。不知是谁这么狠毒。如若昨日
我们这边打开了机关，说不定现在中毒身亡的就是我。王后，我刚去西偏殿看过八子，他的情形越发不好了。我知道了，内毒听说好厉害，沾了必死无疑。王后这2日也没少碰那块玉，妹妹是担心会不会也或多或少沾上点儿。珍珠，快去把从楚国带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。是。听太医说，芈月中的是蛇虫之毒。是，奴婢也听说了。这绿色乃解草木之毒，这红色是解矿物之毒，这瓶黑色的是给蛇虫之毒准备的回龙丹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到外面谁都不能提起我这里有解毒药。芈月这次自寻死路，我们当然犯不着救她。你们不懂，这药可以救命，也可以惹祸。救命不一定，惹祸却是一定的。是。夫人，孟昭氏来了。魏夫人，魏夫人，这下坏了！大王发脾气了，后宫都乱了。那和氏璧竟然会杀人，大王下令彻查。我已经听说了。听警士说，王后也吓坏了，她还吃了从楚国带来的解毒药。下一步会不会牵扯到我们？唉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事情发生到这一步，也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从今日起，紧闭门户，跟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个惹祸的东西。我们跟他从无关系，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是。女医治，您不是扁鹊高足吗？您看出什么来了？此毒确为蛇毒，而且有可能来自于楚国。楚国？奴婢在楚国行医多年，对蛇毒只怕比秦国任何人都要熟悉。此蛇毒该不是一种，至少是3种以上的蛇毒混在一起。楚国的蛇毒居然进入寡人的后宫了。雍瑞那边有消息吗？中行先生特立独行，神龛也可以当信使用。拿来，走吧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小人是做小买卖的，家中老母生病了，着急赶路回家。拿下！不是，我有什么错呀，官爷？中年肥胖，不是咸阳口音，想要出城的，全部扣留待审。带走！不是，官爷，我没犯什么错呀。大王，那个卖和氏璧的商人和他的背后主使中行期已经给抓回来了。抓了？是。问他们有解药吗？中行期虽很严，一个字不肯吐。倒是那个范谷什么都说了，
他指天发誓说，不知道和氏璧有毒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解药。老农派人在他的铺子里搜了个遍，也确实没有发现解药。下毒之人要防身，既然下毒，必有解药。寡人就不信这咸阳城里找不到解药。马上重审那个范谷，还有，让雍瑞一定要撬开中行期的嘴。是。还有何事？大王，雍大人跟老奴说，那个中行期曾经与张子有来往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让那雍瑞好好查查，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据报，韩国已为大战制造弩箭40万支，长矛15万支。赵国征集战马2万匹，征兵8万；魏国也已征集重甲5卒1万人，战车2000架，征夫3万人，征兵10万。楚国更是答应20万兵马即刻出征，再加上燕国和齐国，诸国的兵马统共在60万之上。大王，我大秦眼下王军以及各封臣的兵马，能召集在一起的兵力也就20万，兵力部署明显寡不敌众。寡人知道了。感冒。臣在。从今日起，由你带人按照户籍登记，除残疾外，征兵年龄降为15岁。臣领旨。司马错。臣在。寡人授你兵符，调动10万王军，立即进驻函谷关，操练布阵，准备御敌。臣领旨。楚立吉。臣在。你和宗室封臣们交涉，尽量筹集更多兵丁、马匹和粮草。臣领旨。宁华。儿臣在。你建造盔甲、弓弩、箭支、兵器。是。雍瑞。臣在。你除了给寡人盯牢各国的动向，还是先完成手中未完之事。遵旨。至于张相、张子，臣在。大王，张仪愿请命出使诸国。诸国联盟并非同筑之长城，张仪愿凭3寸不烂之舌撬开其中之缝隙，在大战之前为秦国赢得时间。此事寡人还要再思量一下。哎，张子，听说你也被卷入了这和氏璧的是非当中。哼，这和氏璧，说来惭愧，我跟他有不解之缘。难道当时张子就不疑心其中有鬼吗？关心则乱。我也是后来发现其中种种之蹊跷。张子可知这咸阳游士当中有一人叫中行期的，此人在咸阳城中很是吃得开，实在令人瞩目啊。知道，我们相识在魏国，是个能人。哦，原来张子与他是旧友，难怪他曾经拜访过张府。雍大人怎么会对此人如此在意啊？此人与和氏璧的案子有关，如今他在我的手里。大王，你有何事？臣妾知道，大王为了八子心中焦虑，臣妾感同身受。寡人问你，到底有何事？臣妾想，这和氏璧送到宫中，要经过多少人的手，很难算计到一定会害到谁。所以，这胆大包天的下毒之人，应当是在宫中。何以见得？大王不相信臣妾的话。
眼下谈不上信与不信，你要拿出根据来。宫中若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儿，除非他手中早有解药，因为他在害人之前，首先要确保自己无恙。再之，他必须心中有数，知道谁会死，不然他煞费苦心，伤害的却可能是对他无关紧要之人。既然这样，臣妾已经找到了这下毒之人。谁？说呀，谁？是王后。臣妾知道，一定是王后。王后，你大胆！这和氏璧在王后的手里拿的时候最多，她有机会让人做手脚。你是说，王后为了这和氏璧，要杀害她的亲妹妹？王后怎么想，臣妾不知道。但是臣妾可以断定，王后手中还有那解毒之药。大王是否还记得，上次芈月临盆，王后昏睡不醒，就是吃了从楚国带来的安神药。王后的应女景氏曾经透露，王后有一只匣子，里面装的都是从楚国带来的所谓的神药。据说这些药十分的珍贵，连我们宫内的御医都没有见过，其中就有解各种奇毒之药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证明那里面有芈月所需要的解毒药。女医之已经断定，芈月所中之毒是楚国的蛇毒。芈月中毒当晚，王后被景氏提醒，怕自己也染上蛇毒，便唤人拿来了那个匣子，吃了匣子里面的药。大王，臣妾猜测，那定是芈月急需的解毒药。王后，大监来了。大王宣王后即刻去宣誓殿。是。大王还叫老奴转告王后，别忘了拿上从楚国带来的匣子。王后这几日好忙啊！大王日理万机，与大王比，臣妾实在清闲安逸。芈月中毒，快3天了。是，臣妾每日都去看望她。太医说，芈月机会渺茫，王后怎么看？只要有一线机会，都不应放弃。唯一的机会就是解药，可寡人寻遍咸阳，一无所得。女医之判定，这毒是来自楚国。楚国万里之遥，芈月命在旦夕。王后说，该怎么办？大王若不问起，臣妾真没有胆量剖明曲直。臣妾这儿有一盒从楚国带来的秘药，只因臣妾对诊脉辨舌一窍不通，药性药理一无所知，所以从不敢乱服用。那日事发，臣妾恐怕染上残毒，也只是随手吃了一颗解药，吃个安心而已。既然王后根本不知这解毒药是否对症，却胡乱服下，这与王后说的不敢乱用自相矛盾。臣妾只是情急乱投医，错了怪自己。但芈月妹妹已被荼毒，臣妾怎敢拿妹妹的性命当儿戏呢？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把匣子拿来，给寡人看看。王后，
第2层，左下第1格。寡人看到3个瓶子，红的解矿石之毒，绿的解草木之毒，黑的解蛇虫之毒。王后果然了然于心，赶紧拿去给御医看看。什么人这般多嘴，竟把王后给出卖了？不是孟昭氏，就是景氏，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盒子，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若知道大王会查这个盒子，我该早早的把这解药拿出去。王后已经把解药给了大王，倘若这解药真的救得了芈月，那大王应该赏赐王后才是。恰恰相反，芈月若没有死，大王要抓真凶了。什么？王后的意思是？芈月中毒，整个秦国都没有解药，唯独我们有解药，怎能不让人生疑？难道大王会怀疑王后下毒？若是我也会怀疑。否则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那可怎么办呀？但愿解药并不对症。怎样？此药的确是解蛇虫之毒的药，不过能否完全解掉芈八子的毒，还不敢确定。怎会如此呢？此药乃楚国秘药回龙丹，能解荆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这3种楚国制毒之蛇的毒。可万一芈八子中的不是这3种毒蛇的毒，就难了。弄不好，还会雪上加霜。大王，这种蛇虫之毒变化多端，其解药或取之经常出没之地旁边的药草，或取其蛇叶提炼而成，必须对症下药才行。恕臣无礼，能否让女医治取一些芈八子中毒之血试一下，看看是否有效？准。恭喜大王，此药完全对症，芈八子服药之后3日之内当能醒来。可是，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？啊，大王，芈八子上次生产之后，本就是气血两亏，身子尚未痊愈，又被蛇毒伤了经脉，若要驱除余毒，恢复身体，尚需更长的时间。好，寡人就将八子交给你和女医治，要细心照料。是。传我旨意，将王后所住交房殿即刻封殿。查寝之前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，大王。鄙人姓中行名戚，乃是先晋中行氏的后人，居于魏国。我与张相、张仪是旧相识，我们不要东拉西扯，先说说和氏璧的来历。那和氏璧乃是1月之前张相亲手交给鄙人的。哼，
信口雌黄。张相何来的和氏璧？数年前，张相为何弃楚入秦？天下人皆知啊，乃是因为楚国令尹昭阳丢失了和氏璧，而张子是唯一的嫌疑。假如真是张仪偷到了宝玉，那和氏璧如何从郢都到的咸阳？张子在得到和氏璧之后，因昭阳调查甚严，无法将和氏璧带出关卡，所以先将和氏璧藏了起来。此后借着楚国嫡公主与秦国联姻，乃将和氏璧混在了嫁妆之中，避过关卡，带入秦国，由张相自己收藏着。既然和氏璧是这么千辛万苦才到手的，那张仪为何突然差人将它变卖？那是因为公孙衍联合五国兵临函谷关，秦国将败，张子心中惶恐，打算借着出使诸国逃离秦国，这才变卖和氏璧以筹资费。王后好冤枉，给了解药救了芈月，却被大王疑心是首恶，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？公子今日哭闹着要出门去玩，被守门的禁军拦住，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。封宫已经2日了，若再无人能证实我的清白，这下毒谋害的罪名恐怕就要被坐实了。王后，这几日我想了许多，越想越觉得悔恨。过去我不曾真正害过谁，若害了，也算不辜负一个心狠手毒的名分。你们跟着我这些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一人受难也就罢了，不仅连累了孩儿，让你们也跟着落入苦海。王后，王后不要灰心，大王一定会查清真相，给王后一个清白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剩得一缕孤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